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陽光財經，我係新怡。美股過去幾十年長期都係升緊嘅，但係每逢有重大回調嚟到，都會嚇到人心驚膽跳，驚到連抄底都唔記得佢，甚至喺低位割肉。下一次大跌幾時會贏呢？真係好難預計。所以今日我哋一齊回顧下過去100年出現過重大下跌嘅歷史同埋原因，睇下我哋究竟應該擔心啲咩。1929年10月之前，美國經濟經歷咗風馳電掣嘅20年，股市大盤升咗5倍。1929年美股崩盤，今次崩盤寫入咗歷史，大熊市同大蕭條摧毀咗大部分財富。今次調整時間又長，跌幅又深，由暴跌到見底，前後用咗10年，真係幾難想象嗰陣時炒股嘅人心態會係點樣。今次大崩盤有幾個原因，第一就係咆哮咗20年代柯立之繁榮，股市升幅勁大。喺財富效應之下，投資者借錢炒股，用高槓桿、高風險，好容易爆倉。1928年開始加息，又加高關稅，銀行仲借錢俾居民去炒股。1929年10月，股市突然崩盤，銀行出現擠提倒閉。今次影響好大，呢次股災教訓真係慘痛，原因就係過度投機。股災持續咗好耐，主要因為胡佛政府咩都唔做，直到羅斯福上台，情況先開始有啲起色。去到1937年，美股又再一次大跌。羅斯福新政之後，經濟開始復甦，但因為擔心通脹，銀行太早收緊寬鬆政策，全球又正值第2次世界大戰前夕，貨幣緊縮同埋戰爭風險導致股市大跌。實際上，20世紀嘅前面50年，美股漲咗又跌回咗原地，長期持有50年亦一無所獲，反而係因為戰爭、經濟危機等各種難以預料嘅事而大起大落，損失慘重。咁喺50年裏邊，如果有人同你講要投資好嘅企業，長期持股同公司共同成長，咁肯定會俾人鬧係個腦殘。二戰結束前嘅2年，美股開始見底，並且喺戰爭結束之後升咗一大截，升咗大約有2倍。從20世紀上半葉嘅歷史嚟嘅，無論係經濟危機、一戰定2戰，喺歷史最黑暗嘅時候，往往就係股市最低位嘅時候，絕對唔係勝利嘅凱歌響起嗰日先至係底部。1950年韓戰爆發，戰爭爆發之前，美股升勢如虹，經濟形勢好，通脹又低，政府仲要減稅。戰爭爆發之後，美股大跌咗幾個星期，但好快又再創新高。我覺得由50年代開始，美股就進入咗高歌猛進嘅時代，一有暴跌之後就會創新高，長達10幾年嘅好日子就冇開始創。標普指數由韓戰時期大約18點去到19點左右，去到1962年已經升咗3倍。甘拉迪總統公開指責鋼鐵公司加價嘅行為，司法部調查美國鋼鐵公司，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預企業正常嘅定價行為，所以鋼鐵股暴跌，拖累成個市場大跌。嗰陣時根本佢嘅權重科技股，嗰時主要都係鋼鐵、汽車、能源呢啲股票，當時影響力都幾大。1962年仲有個古巴導彈危機，美股又再跌一跌就見底。之後美股又創新高，好日子又過咗幾年，去到1966年又經歷咗一次大跌，呢次被叫做1966年熊市嘅一輪大跌，主要原因係美國因為越南戰爭開支，財政支出增加咗，通脹率上升，美聯儲開始加息，債券收益率比股票更有吸引力，資金流出股市去買債券，長期牛市之後嘅加息週期，貨幣進入限制性政策區間，就係1966年熊市嘅原因。呢個原因我哋喺2022年都見過一次一模一樣嘅原因，結果都差唔多。1966年就係因為加息跌咗10個月，2022年都係因為加息跌咗10個月，可見回顧歷史可以預測未來。去到1967年夏天之後，美股又再創新高，去到93點以上，跟住1969年又咁多一次熊市，今次熊市高通脹同加息係主要原因，聯邦基金利率一度高過9%，經濟喺1969年下半年開始進入衰退，衰退時間持續咗成個年代。去到70年代，國際事件風起雲湧，呢10年美國發生咗唔少麻煩事，
至少有越南戰爭擴大化、第一次石油危機、水門事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經濟經歷咗最難搞嘅嚴重滯脹。經過10年嘅折騰，美國處於惡性通脹嘅懸崖邊緣。73年跌到去74年，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被當成武器，油價大幅提升，石油輸出國一齊減產，而且係每個月都減少，形成咗加價預期。1973年10月，阿聯酋、卡塔爾、沙特等陸續宣布對美國斷油。今次大市大跌係10幾年嘅最大幅度嘅一次。當時道指由接近900點跌到去600點以下，標普由120點跌到去60幾點。今次跌完之後就開始反彈，又刷新咗一個歷史高位。去到70年代後期，通脹相當嚴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上任之後，就採取咗強硬嘅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喺1980年春天居然拉高到大約20%，創咗歷史紀錄，前無古人，後面暫時都冇人做到。咁高嘅利率有效壓制嘅通脹，但係就造成咗經濟衰退。呢段時期嘅股市雖然都有一次短暫而且深度嘅回調，但大方向都係向上，說明沃爾克嘅超高利率其實令美國避免咗陷入惡性通脹同埋長期衰退。80年代之後嘅長期牛市就係喺呢個20%無風險利率之下開始發芽開花結果。喺80年代之前，美股有7年時間迎嚟咗史詩級牛市，標普由100點升到340幾點，升幅超過2倍。去到1987年，美股又再一次崩盤。1987年10月出現咗有名嘅黑色星期一，股市開市之後跌唔停，當日標普就跌咗20%，大市一日跌咗20%，創下嚟自1929年股災以嚟最大紀錄。但係今次股災咁好似1929年咁，引發10年大熊市，因為美聯儲開始發揮重要作用。美聯儲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國債收益率暴跌，顯示央行出手救市。今次黑色星期一，佢嘅重大黑天鵝事件係市場內再自發嘅重大調整，主要原因係股市升咗幾年之後，估值太高，市場擔心通脹會令利率上升，長期國債利率升到10%。廣場協議之後，美元大幅貶值，美元匯率波動，搞到全球資本市場動盪，引發拋售。所以你睇今次大調整係歷史上唔多見嘅，佢重大黑天鵝事件嘅大跌，令我哋警醒，股市升得太多，高股都一樣會出現大跌。1987年大跌之後，市場震盪慢慢升翻上去，去到1989年又再創新高，去到1990年夏天第3次石油危機，市場又再調整一次，但今次又好快走出黃金坑，再創新高。之後美股又經歷咗長達大約7年嘅好日子，指數一路升，有調整都只係細幅度調整，好快就恢復翻上升趨勢。1995年至1998年間，美股升勢好勁，去到1998年中期一間，標普指數已經有1100幾點。1998年東南亞金融風暴襲喺亞洲，經濟水深火熱，俄羅斯又宣布延遲償還外債，俄羅斯債務危機爆發，4大對沖基金之一嘅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突然執笠，由美林同摩根公司接管。1998年美股大跌，係因為金融危機同埋有影響力嘅大型金融機構倒閉，但股市好快又恢復上升，科技股開始成為牛市主力，開啟咗2000年互聯網泡沫嘅大行情。喺2000年9月開始咗互聯網泡沫爆破，係21世紀以嚟第一次股市崩盤，標普指數差唔多腰斬。今次大跌嘅主要原因係互聯網科技公司炒到好高，但佢哋根本佢嘅盈利模式，有個網站有個域名就炒到幾十億市值。而家大家都知啦，成個網站好簡單啫，喺淘寶搵人做100-200蚊就搞掂。但當時嘅人就唔係佢哋，有個網站股價就升咗幾十億。投資者過分依賴未來增長，淨係有希望，但完全唔理基本面。有冇明星公司執笠之後，市場信心就崩潰晒。大跌嘅同時，美聯儲仲為咗壓住通脹加息，令股市更加雪上加霜。去到2001年又發生咗2件大事，一件就係會計師事務所安然公司執笠，會計師幫上市公司做假賬，
搞到投資者對上市公司嘅財報都唔信，股市信心又再一次崩潰。但仲未完，2001年911又發生咗震驚全世界嘅恐怖襲擊，美國經濟仲要步入衰退。今次崩盤，納斯達克指數最慘，跌咗78%，標普都跌咗一半，道指科技股少啲，都只係跌咗38%。佢大跌嘅主要原因都係冇基本面支持，高股泡沫。外圍原因就係公司倒閉、造假、恐怖襲擊、加息等等。2003年至2007年，美股由大跌之後逐年回升，去到2008年經濟危機前夕，美股已經收復翻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股災嘅傷痕。但係2007年金融危機又嚟嘅，標普指數由1500幾點又跌翻去666點，以至21世紀頭10年，美股大上大落，佢哋真正創過歷史新高，變咗做失落嘅10年。2007至08年嘅股災，主要原因係次按危機嚴重，連佢唔應該倒嘅金融機構都執笠，貝爾斯登同雷曼兄弟破產，房利美同房地美俾政府接管咗。次按危機爆發之前嗰幾年，美聯儲加息加得太快，次級貸款經過層層包裝，居然俾人評到 AAA 級。今次危機爆發之前，已經有好多預警信號，仲有少數人提前攞到危機，清倉走人，甚至做淡流明清市。電影《大空頭》嘅原型邁克爾伯瑞就係押注次級貸款違約，最後賺咗幾十億。等美股由2008年嘅危機恢復過嚟，市況一片大好。去到2018年貿易戰嗰陣，出現過一次細幅回調，直到2020年先至又冇多次崩盤。2020年嗰次崩盤就係疫情爆發初期，全球陷入封城狀態，油價跌到變負數，大家對病毒都未真正了解，恐慌情緒喺短時間內席捲全球。總結100年歷史，除咗有一次係市場自發調整之外，其他大跌基本上都係因為加息週期、戰爭、疫情、金融危機、國家政策突變等等股市以外嘅黑天鵝事件。當黑天鵝事件發生嗰陣，賣盤湧現，大家爭住拋售，買盤就乾晒，市場佢嘅流動性，結果就搞到股災發生。但係我真係好想穿越翻幾十年前，同當時嘅觀眾講，多年之後標普指數會去到6700點，升咗幾十倍。你冇經歷過嘅熊市大跌，其實只係歷史上面一朵細細嘅浪花啫。好啦，今日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節目再見，拜拜。